局长，张泽斌这个老狐狸做的滴水不漏，和他那个影视公司有关的所有人丝毫都分不出来。1年多了，他洗钱的证据我们一点都拿不到，确实有点棘手。看来只有请他们俩出山了。局长，你说的不会是他们俩吧？电话打过了平安，我按过了跟我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喂娃娃 drama detectives。塔卡，金三角地区最大的毒枭，势力庞大，心狠手辣。3个月了，我们做了不少尝试，但是一点证据都拿不到。你看这是什么？随地吐痰，我们可以影响市容失貌，逮捕他。你怎么不以骑电动车不戴头盔逮捕他？哦，如果你想，也可以。够了！这3个月来，你就没拍过有用的东西。我们现在只能打入敌方内部了。去卧底？没错，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卧底经验啊。所以一定要小心。我建议我们要乔装打扮一下。哇，你確是無間道，你是怕死得不夠快啊？冇嘢啦，咁小眾嘅電影應該冇人睇過㗎。搞掂未啊？这几天我们精干苦力了，到底有没有制毒室啊？谁叫你真的认真在做苦力？据我这几天观察，应该是内奸。为什么？见风镜。过去看看。很严谨。大哥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我们俩啊，憋不住了，想整点刺激的。男厕所在那边。哦，好。哎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俩想跟您做。哦，也行。男厕所在这边。不是大哥，不，我们俩呀是想跟您去制毒室做大事。对。哎，你们两个求上进的心我能理解，但是你们现在是注册门徒，想要进入这里面，必须要成为正式门徒才行。老大，怎样才能成为正式门徒啊？答对100道题。想转正啊？哦，答不上题？对，我看你俩挺积极的，那我再给你们支个招。前辈请讲。想要成为正式门徒啊，需要邀请码。邀请码，
邀请什么东西只要你俩跟老哥表示表示。邀请嘛，哎这东西我哎，我太懂。最近咱们出货总是被警察盯上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们这里有鬼。老大，你妈头七，会不会是阿姨来了？你他妈欺人太甚啊！我说的是内鬼。谁是内鬼，我早就知道。但是我希望给你一个机会，自己站起来。放轻松，跟平时在家一样就好。我希望你不要耽误大家时间。这里有40个人，你耽误大家1分钟，就是耽误40分钟。我希望你能主动站起来，这样大家都有面子。好，不站是吧？我再问一遍，谁是内鬼？站起来！很拼啊！姐姐刚剪了自己的发尾，然后吹上去是吧？呀，谁吹的？模仿一下篮球人讲话。好嘞，走。来拿药。风歌女马亲切会晤。正好。啊，你怎么做了我的椅子呀？你一定要打那个全身小点，多一点没事，多点没事。没事。哦，这个也行。哦，对，我觉得这里的话就可以笑的大一点。也行。也行。哎。导演，我希望你不要耽误大家时间，我希望你主动喊我，这样大家就有面子。我再问一遍，你喊不喊过？